这啥？这啥？我知，看袂出来。你知影我喙打对哇？唔是啊，唔是要你咩啦？我头我洗手的。无这简单啦，哎呀！啊，无是安怎？小朋友，开起，拍者，我来啊！来，小朋友，摆好势。我甲你讲哦，这只船足侪宝藏的，咱即马就要进来摕宝藏。啊，不过咱看头前，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我是银河岛领队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啥？我是何星汉，我的兴趣是耍风雷。我是曾志熙，我的兴趣嘛是耍风雷。我是李平一，我的兴趣是唱歌跳舞。我是洪建恩，我的兴趣是画图。味道。四位小朋友今日要来摕宝藏。准弟，我拄则在后壁听你安尼大细声，是啥物无遮简单，是啥物代志啊？歹势，阮船长最近咧研究这个魔术，伊愈来愈厉害，要出国比赛啊！呀，magic。小朋友，你敢有想要看魔术？想要，我想要看魔感术啊！谢你的捧场，既然想要看嘿，我就变成你看。洪小姐背到黑，把开始传出来。来，后边来边仔看，来边仔看。有看到这咱的大银船长无？哦，该食色，食愈水，我的魔术愈厉害。画图的意思。来，画愈水，我的魔术会愈强。你得感觉，哇哟！好，大家然后真的太厉害啊！好，差不多。来，小王你看一下，来，好，大家看一下。哎，袂歹哦。你头先是食巧克力豆哟，伊规个面啊，看安尼。你还爱搞点菜？不是啦，巧克力豆。巧克力。偷写。来，为了袂歹哦。我跟你讲，是我甲这把刀藏进去，安怎？刷来，我甲藏在水内底。安怎？恁头前画迄把刀，会全部拢无去。无可能！有可能嘛？骗人！来。哇！信无去啊？你无穿衫？拍婆啊！其实这不是魔术，这是光线透过水凹射的原理。哦。你看，风水地下内面是有空气，伊透过空气啊，还有水，伊迄个凹射角度伤过大，恁就看袂到内面迄把刀。有了解无？有。一个人500，啊，莫甲你收钱。啊，你讲收钱？莫甲你收啦，好啦，今仔日就到这，莫甲你收，大门伫遮。感谢。来，多谢。魔术表演结束啊！再会。我小朋友有话要讲，我今日提宝藏的啦。无你嘛来表演一个光线透过水凹射的魔术，互我看卖一个。下魔术。好，我想一下。因变。咱才互因来提宝藏。只简单，我请一个小朋友替我画一个镜头好。镜头，较大的吼。好，看好来。好哦。哦，这个镜头安怎？即马镜头是这个方向嘛？是。等下互伊颠倒饼。颠倒饼。要开始啊！敢唔可能？噔。好，有冇？有，还有颠倒饼无？有呀，我唔相信。哎，真的。伊直接安尼切过咧。啊那这么厉害？我会讲，其实这真简单，这杯仔内面加水了后吼，伊会变做一个碰镜。啊，这只要这镜头啊，放伫个这碰镜的焦距以外，伊的这方向吼，就会颠倒饼。袂歹哦。今日学一个魔术啊。是啊，我嘛表演煞，这宝藏应该是会用。当然啦，讲会到做会到。恁准备好未？好啊！来，准备接招，准备讲。做火球进步，四位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，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个球啊大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来哦！银河岛领队第一关，这队名是安怎来？因为想袂到要讲要好啥？好啥物，所以就想无要好啥？规矩好一个大家拢熟悉的。啊，会真老实的。我即马这声母把互恁看透透哦。来哦，加油！安怎摕大片？
5架，行5架，摕一块大片。那行到上尾10架，就2块大片。加油，尽量哦！来哦，现在卡，来，好起啦！ OK 啦！来，银河导领队。哎，还有鬼啊！ 两波，安怎看的啦？天能 NG 型呢？我有什么字、什么数？叶菜，叶菜，哎呦，厉害！来，好起啦！这个平常时啊有你甲阿公阿妈讲台语的，叶菜讲了真标准哦。哎，对，你卖动，你卖动。哎呀，一波 L 是乐有什么数嘞？牛铃，牛铃，哦铃对。袂歹呢。 厉害啊，来呀bonus，按过 bonus 一定要加2分加3分才有准算哦。来，好起啦！黄小姐，甲收起来。我过去那边。来，黄小姐，黄小姐对对啊。对，哈哈哈！要摕 bonus 无这简单啦。来，你好3分啊！感谢你啊！ Uber 啦。 2、3。 TH 特有什么数？偷海人，偷海人，偷海人对啦，偷海人。来，好起啦！哎，你球伤轻啊！你是无一分哦。我头发有无？你要安怎牵手？上天你搞没？红姑仔都要生气啊！别给安心了哦。 所以，歹势，我红的哦，对红的啊我是偷啊，对，哎呦，来，好起啦！回到个 TH 我已经无啊。无 TH 啊哦。 TH 没有，那个 TH，来了。啊，一波，还有 T 就是倒有什么数？多啊，对。 来，好起啦！哎，啊，较紧嘞，时间要到，你这球伤慢。注意，对，你豆豆来，歹势，T 是倒有什么数嘞？歹势，时间到啊！TH 特煤炭，炭，哦，偷炭还炭，炭，一种果子，水蜜桃，水蜜桃啊，水你爱食无？对啊，水蜜桃爱食无？你看，虽然今第4课有1片，啊，不过 bonus 佫加1块来2块，请退。来，摕着啥大声甲念出来？等你弄有机会啊哈。什么？等一下，你妈系祖鱼甲米蟹，好，来打起你。来吃啊！好，后一关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小人无同款，这关互恁来到阮的尊元对战，一人抽一张题目，其中有一个人的题目会甲别人无同，虽然形容家己的题目了后，最后甲迄个无同款的人掠出来，嘿嘿，很险对，恁讲有阮这干巧啊？我是讲，恁讲有阮这巧啦。哦，对对，你国小的囡仔遐囡仔是拢伫拍红擂的对啊。是哦，今仔日嘛有早表演来。水哦，啊你练偌久啊2年， ？2年啊， 2年哦啊注意力嘞，半年，半年，哎呦，来，花下吹落嘞，安全好哎看，，帮我轻松哦，嘿帮我轻松，哎，袂歹哦。哦，这手势真好哦。来让恰英来这表演呢。哎呦，会使啊，哎，袂歹哦，等好关，2、1。哎，你表演如何？阮等下尊你会送红包哦。哎，送红包内底放金箍箍好无？啊，啊，互相配合的啦，校长有带着校妹安尼，哦，来真两衫。哎，袂歹呢有。口号的就对啊，袂歹哦，好会带了真好。这关恁拢知安怎算啦吼？你爱讲了愈爱买愈好。好。啊，袂使叫人看包卡手。嘿，来哦，请抽牌。来，到底是什么款的题目咧？袂使叫边个看到，边个嘛莫想要去看边个人。我有问题。嘿，你讲，这边要算分数。安怎算分数？好，我那边甲你讲。好，小等一下，好来，白先叫插起你啊，。插起，插头前哦吼。哎呦，哦哟即马题目大家拢看会现啊。
安怎要来摕这个大片？恁赢超过1分就1块大片，赢2分以上就2块大片。哎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第一位小朋友，请讲。伊的身体爱足好诶，哎呦，好，就我讲的呢。甲我讲，身体爱足好，足好的。来，第二位，请讲。伊会抓人，你啊人，会抓人。第三位，请讲。这是一种工课，这是种工课。工课哦，伊是工课哦。来，第四位，请讲。伊上班拢爱穿制服。上班的请这上班哦要上班哦我感觉洪小姐这个讲了真好。对啊，第二轮第一位，请讲。有穿，有穿。好，来第二位，请讲。四界拢有伊，真勉强，四界拢看会到比爱买个较快。对，搁较看。好，来第三位，请讲。歹人看到伊就会紧走。歹人看到伊会走去是啊有，较明显哦。我紧走啊。来第四位，伊有当时会骑车，有当时会开车。哎呦，啊，好，胜利过。第一轮、第二轮，第一号讲的是伊的身体爱足好的，啊，佮伊有穿。有笑。第二个讲，伊会抓人，四界拢会当看到伊。好，第三位，这两轮讲的是，伊是种工课，歹人看到伊就会紧走。紧走，紧酸。洪小姐讲的呢，伊是穿制服的，啊，有当时伊会骑车，有当时会开车。耶！爱选择啊我讲啥人无共款的时阵，就甲牌仔藏起你。到底什么人无共款的？啥人无共款？请投票。好，咱较冷静的。好，内面有3个人共款的是警察，嘿，唯一一个无共款的就是军人。军人啊。来，什么人无共款？请举手。哇，就是的嘞。来，一号你小讲者，你是安那知影家己甲你无共款？你是听到什么人？伊会抓人，哦，抓人就跟你无共款，歹人看到会走。看人走。军人袂。看这个分数哇哇，真正强拍败啊！3分比无半分，通啊摕2块大片，啥物去摕大爱大声念出来摕啥哦？我摕黑暗橙黑暗橙甲甲有灰欧，袂哦。陪我来搭起你。哇，这声要怎处理这个红小姐？惨嘛，伊真正袂晓算。来听。哦，哇，来后一关准备接招，进来个。选你无唔对，一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探险队，我就要来看卖，恁有偌高选。来哦，想要甲咱的永和国小的小朋友问一下，你平常时若是休假的时阵，拢会去倒位佚佗？我应该是去爬山。爱爬山。哦，不过伊骹骨看起来足勇的吼。身体就通用的。爬山。你看进前安怎摕大片？一题就一题大片，2题就2题。来哦，咱做伙来去佚佗咯。大家好，我是全台世界走爬爬、探险亲像行走卡非常勇敢的王一家。听讲伫中华才有一种乌金，敢是一种真特别的黄金呢？大哥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听讲才有乌金哦。哦，有啊，你即摆徛的所在就是啊。啥就是乌金？嘿。我知啊。唔是啦。是哦。咱咧讲的乌金，就是咱即摆看的即个图啦。哈？这是乌金，图唔是咱共款。无共哦，因为遮的土是为落水溪来，落水溪的水是乌色的啊，对无？对。哦啊，所以伊灌溉阮遮的田，就变做乌色的田的。啊，是会较有营养。当然啦，伊这本身的土内底都有迄个氮磷钾，啊，氮磷钾就是咱的农夫做田的遮人来讲的迄个肥料啊，啊，所以伊是天然的肥料。所以遮的白蜡嘛拢是乌金种的。对啊，无你敢要试看觅？会使哦。系啊。真正是红色的。有好食无？足好食的。足好食的吼，其实吼，这种出来这芭乐啊，这水果吼，唔那是大粒好食。伫阮较早细汉的时阵吼，阮都伫底下的田内底咧耍的。给咱怎耍啊？无敢，咱要来做伙试看觅。好啊。好，行。大哥，咱即摆就是要来体验你的河流。是，咱有看过棒球无？哎，安尼啊。
哎，是好啊。较早你也看人咧补菜，那有面来乌乌吼，这就是要预防这目睭迄叫咧。迄个日头安尼反射光，啊，要掠雨流嘛同款，其实咱拢爱规落。爱规落哦，爱规落哦，你要慢慢收，慢慢收。你摸的时阵，哇，伊有当时有一个坑，你为迄个坑，迄个乌起，即摆人拢聚集伫即个所在。对啊，所以一定走起来。对，所以我拢会拢去刮较边啊吼，较田边的时阵去摸。虽然今仔日无法度掠到雨流，不过嘛是有掠到这好秀咧。哦，赞哦！而且徛伫这土真正是无共款的感觉呢。无共款吼。真软的呢。而且你看嘛，足油的有啊。对啊。原来这就是软土深骨的感觉。啊，软土深骨，你敢知影软土深骨是啥物意思？啊无，我来问小朋友好啊。小朋友，你敢知影软土深骨是咧形容一件代志真简单的意思，也是咧讲老实人看起来真好欺负。所以大家就对愈来愈超过意思咧。软土深骨，深骨，这个词恁敢捌听过？无啦。唔捌咯。对，软土啊，伊就是安尼软啊，所以骨就足轻松。啊，骨甲足轻的无，啊，唔就是简单的。就简单，我就会当你若是这么简单的拄则应该都掠着啊，拢无掠着。伊也无摕工具去骨啦。工具嘛无一定啊。伊要摕大，看伊要听啥的拢会用的啦。摕大片。恁互我一个答案。地寸进球。恁的答案是地寸进球。啥嘛？咁安尼？我无答我都放假，我都放假。这个词恁敢捌听过？无啦。唔捌咯。对，软土啊，伊就是安尼软啊，所以骨就足轻松。骨甲足轻的无，啊，唔就是简单的。就简单，我就会当你若是这么简单的拄则应该都掠着啊，拢无掠着。伊也无摕工具去骨啦。工具嘛无一定啊。伊要摕大，看伊要听啥的拢会用的啦。摕大片。恁互我一个答案。地寸进球。恁的答案是地寸进球。啥嘛？咁安尼？我无答我都放假，我都放假。啊对啦！哎呀，对啦！软土深骨就是讲，其实就是比如讲哦，有老实人，太牛人，啊，颠倒会去用安怎食狗狗。食狗狗。嘿啊，安尼知影无？知影。来，咱来看卖后一题。咱今麦就要来算小大数。不过等一输的迄边爱徛伫中接受大家乌金攻击30秒，哎，大家准备好势啊未？哎，一两三就开始哦，1、2、3。小紧啊啦，小紧啊，我听见你在说，小紧啊！我赢咧。哦，好啦，虽然阮输啊，不过我是队长，所以我徛伫头前。来保护大家，开始。今仔真正是有够欢喜的，小朋友你感觉安怎？我感觉真欢喜。真欢喜的，真好耍。啊，迄边咧，算甲规身躯拢是土，真垃圾。不过我感觉这是一摆真特别的记忆。大哥，你进前敢嘛是安尼耍？哦，阮较早细汉的时阵吼，算了比恁搁较乌米嘛。是啊，阮安尼个无算乌米嘛。毋是啊，你安哪有啥物乌？较早是乌甲规个人咱乌人。啊，所以等下就去用野手势啊，啊，就烧啊。啊，除了扭大扫，因有啥物其他活动？伫阮社区开始都办一寡黑泥田的活动，嘿，啊，互大家来耍6个月满，大家会使来遮体验到上庄卡、上在地活动，哦，啊，从较早迄个咱较早伫田里耍的一寡基地啊，拢啊扭转。咱今仔日真正是有够在地，真正是在地。是。不过虽然真好耍，足刺激的。咱的衫拢垃圾去啊呢！你敢知影，若是咱的衫无洗就用着土，是爱用烧水来洗，还是用冷水来洗较清气咧？哎，你知无？
来去高的头要用烧水洗，还是冷水洗？你感觉都我感觉是用水，是安怎是烧水？因为我感觉迄个土是在冷水内面，我无落去。确定你的答案是烧水，烧水？敢安呢？哎呦！啊，啊！再会！哎 ，See you！ 再会哦，再会！歹势啦！真正你种安尼吼，这伤困不是啊，难啊！两个点去用看了你。哎，这真正困难讲啦。解水因为其一实真正高了头的时阵，就是用一般的冷水去洗就好。因为你用烧水，颠倒会甲，你可能遐拉三的两杯质，两杯质。迄规个卡在上内底会愈歹清。安尼知影无？知影。歹势啦，安过袂歹啦，对对对有着一袋啦，一袋大体，请提。大声甲念出来哦。文班好，来打起你。文班。小兵来家。哦。好，两位。收一袋起来。好，就徛遮就好啊，无要紧。好，即马有5袋大片，你感觉有机会摕到？有啊，才有信心。好，咱就来看卖，敢摕到宝藏呢？来个。好，来到上紧张的阶段，坐阮你代表出来背啊。啊，你有想要刷位无？来小讨论者。有要耍吧？还是照安尼就好。照安尼。这样呢？安尼就这真正是一个运气啊！好，来手甲放起你。加油！到底银河国小的小朋友敢摕到宝藏嘞？请背。金扣扣，金扣扣。颁奖。机械模型 Robot B 来，颁奖。这算加啊，家己投的加啊。以你家己的心情啊，你。哎，就是会使用8种的造型。哇，伊只后面有写啦，8种的造型，看你安怎变拢会使。你逐礼拜要怎变拢会当凊彩你哎啦。，拜甲礼拜拢通换一个造型。对。对啊。摕到礼物欢喜无？欢喜，真正就欢喜。啊，今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就阮你啦。最欢喜的。真自在，因为台语真好。就讲我感觉这个是一个足特别的经验。经验哦，然后伊足勇敢，足敢讲，也是，啊，足有想法的，讲了袂歹。袂歹，爱表达出来，对真好。朱希你咧，就欢喜。足欢喜的，真好。会使讲台语，搁会使玩游戏，生生游戏。所以有介意无？有。有啦，安尼就好啦。好，你来继续讲，继续练，有机会再过来。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上爱台语。